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几日政治界会使讲真闹热，马前总统以及蔡总统拢同时间连续性公布了讲要出访，但是马前总统是要去到中国。咱来讲哦，白马黑马，若有道理，那么马前总统唔是马先生，听起来就真合理。那么这组也要看抗日，也要来互少年学生来见面，拢唔是政治。但是人人会讨论伊，人人会看伊，这到底是唔是政治？那么到时阵我要看电视，是要看马前总统，或者是要来看蔡总统的消息呢？今仔日来好好啊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第四代政治所教授曲跳雄曲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台北县医通识教育中心的教授张国成张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谢志团。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两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到底新闻是啥物？马前总统3月27要带规团去甲中国来制作，要交流。行政院长陈建仁啊，伊望讲马前总统这抓维护国家尊严甲主权，唔通互台湾人民失望。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嘛强调，马前总统去到中国，大家拢伫紧紧的看。也是影响真大，无希望台湾地位被降低，或者是受到统战。总统怎么看马前总统赴陆跟您的访美行程撞期？面对话声，总统蔡英文无回应。前总统马英九会伫27带团去中国制作兼交流，有计伫12天的行程内造访5城市，正做头一回访问中国的下任元首。因为此行强绑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佮拄到立法理事大选瓦紧，引起关注。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希望马英九会当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唔通互台湾人民失望。我想马总统也应该听见了台湾人民的声音我们希望他此行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和主权，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台湾人民失望。大陆对台湾的这个统战呢，绝对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提醒马前总统呢，他到底还是我们的前总统，所以我们也期盼也建议他可能要注意相关的作为跟言行呢，能够符合国家的利益，跟我们国民的情感。胡泰山强调，马前总统去中国，无希望互矮化也是统战。那根据周刊报道，顶日马前总统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的时，讲国民党联盟总统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两华论述需要补习，也引起联想。此行访问中国，敢是会协助两华论述？而我们的两岸的论述也是全党一致的。将来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我们的立委候选人，也都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让两岸能够更和平。朱立伦再次表示，国民党立场就是捍卫中华民国，坚守民主自由，希望维护两华和平区域安全。另外，传出保护马英九的随后去中国袂当配请，陈建仁回应，相关单位拢有做过协调，一定会提供安全周全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我相信啊，真侪商业台哦，拢讨论到讲这个马前总统是有诈情啦，无诈情是无尊严啦，吵来吵去，咱公用就是无咧讲这。咱咧讲吼，嘛毋是讲咧要较高调，讲较这个较优雅。咱是头一个就是咧问讲，马前总统是因即摆是叫马先生要入去中国伊主要去是有带着这个政治的愿望无，还是讲伊对着中国国民党要做这个议题设定啦，也就是讲。
有所谓的这马英九路线，我先请教邱老师，你敢认为有所谓马英九的路线？来，邱老师。讲有马英九路线，咱爱安尼讲啦，伊咧做总统的时阵，加减是有，咱讲实在话，喏，譬如讲9·2共识，一中各表，尤其是一中各表。哦，这是马英九咧做总统的时阵啊，伊特别强调啊。但是即马伊毋是总统啊，即马咱嘛足久无听到讲9·2共识啊，更不要讲讲什么一中各表啊，所以咱讲实在话，即马的马英九已经毋是总统啊。所以头拄你主持人你嘛都小可有讲到，讲上海大有咧讨论讲伊的随扈啦。伊的随扈，伊安全人员啦，特别甲伊做伙去嘛，吼，伊家的随扈是不是要会使诈请啦？哦，咱讲实在话，若准伊即马是现任的总统，这一定爱讨论。但是伊即马根本的毋是现任的总统嘛，你头拄嘛咧讲，伊叫做马先生嘛，吼，咱不管伊叫做马先生也好，马前总统也好，伊拢即马毋是总统啊。但你头对这个节目一开始你也讲白马非马嘛，对不？伊即马都唔是现任的总统，唔是现任的总统，你去讲，去甲大家讲偌济，讲咱两岸安怎，咱讲一个较歹听的，迄拢食饱花烧尔啦，因为即马根本就是唔是你咧换盘嘛，你咧讲的无一定准算嘛。所以讲，我安尼讲啊，即届伊即马去选这个时机，我咧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啦，大陆对去年的12月底，今年1月初开始开放疫情，开放管理啦，即马入去大陆个人唔免个关，个要关他们7天10天啊，即马拢无啊，会使入去就会使后袂行啊，所以基本上疫情的放松啊，第二点就是咱大陆跟咱拢共款嘛，华人拢共款，4月咱要清明嘛，咱要扫墓嘛，对不？所以伊选这个。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其实伊无其他的目的，伊就是纯粹要等去扫墓。就我所知，伊总统做了无落来一段时间，因为总统落来，咱的法律有规定要管制一段时间。有管制的时间伊无去，迄过迄个时间伊就想要去啊啦。讨论仲在干，不相信大家即摆你用你的手机去 Google， 即个议题差不多2-3年前捌讨论过，拄仔咧讨论，拄仔都着疫情，怎停了？所以是停3年，老师讲你来去签掉，本地就想要转去，即摆就少年2个月尔嘛。2个月以后，伊想要去，正常啊。咱马前总统人伊出事伫香港，伊应该先等去香港看卖。拜托的，香港是伊经过尔呢。若准讲伊经，伊出事伫遐来，要迄问题。伊出事伫遐，伊湖南、湘潭，伊都毋捌去过。香港伊捌去过啊。因老的去过啊，伊毋捌去过啊。香港伊捌等去过，遐无因祖先的梦啊。因祖先的梦地，这也是啦。那一般要摇这皇帝陵呢？嘛是同款啊。迄是每一个中国人拢会使做。拜托，丁老师。当然，伊即马毋是总统，这个大家拢知影。但是伊即个形形吼，绝对是有政治啦。中国方面嘛，一定是定位伊是政治的访问嘛。无中国方面嘛，无可能准伊去。这是一个足简单的事实。第二咧，就是大家拢讲去扫墓嘛，扫墓对无？但是其实台湾嘛，毋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的人，拢是伫4月去啦。我知影嘛，有人正月初2的时阵去扫墓啦。嘛，汉人嘛，搁都提前1个月去。对啊。正月15嘛有去啊。像咱这客家人嘛，家子也毋是天的4年啦。所以这个就代表讲，这个去毋是每一个人拢一定去迄个时阵去扫墓嘛。伊这个时阵去，当然中国方面希望伊时阵去是毋是有政治的目的？我是有全世界无人会相信中国无政治目的啦。这是第一。第二咧，伊即马去其实我知影是伊想要去，已经想足久啊啦。但是咧，第一是几项年前就是法律修改，
就是本来3年就会当去，即马变做5年啦。所以伊就等到2021年，迄时阵伊就想要去啊，但是疫情，所以咧就拖到即马。所以对因来讲当然这是伊这个。这双方面拄啊好啦。对啊，双方面拄啊好。然后这时阵第一是中国方面政治最近大家知影，伊个政治有足大变化，伊相关的领导人即马去罗西亚，然后咧大家拢看。中国未来伫外交内政有啥物新的发展？当然呢，你伫两岸这个部门嘛要有表现。拄好咧，伊嘛想要去，所以伊个时阵做一个业绩。这个业绩这个台湾人看当然感觉足好笑的，这敢有啥物业绩？但是对中国处理这方面的人来讲，这最重要呢。台湾有几个下任的总统嘛无几个啊。对无？阿扁也袂当去啊！伊即马保外招，伊无可能去啊，无可能离开台湾嘛。蔡英文即马现任，伊嘛无可能去嘛。所以对因来讲，这是足重要，这第一点。第二咧，马总统即马去至少有一个足重要的对即马执政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闪水配的代志，就是顶边500个军官想要去中国。结果咧，国防部。这个退辅会嘛讲这个暂时莫去啦，这个对咱的这种这台湾的政治啦，台湾人的感情可能无好。但是咧，马总统即马去讲实在，以后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啊，因为咧无敢有人的官比总统较大，敢有人敢讲我了解一国家的机密，这个秘密的代志比总统较济，无嘛。所以咧。伊至少为将来想要去的人开一个门啦，这个是伊足重要的，对一部分的人来讲，这是足重要的。伊即开这个门，以后防破的人要登去好。对，你无理由讲你袂当去嘛。所以这个不管如何伫台湾这个社会唔是每一个人拢遐尔啊团结，对台湾的社会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方向唔是每一个人拢喺人哋决定的时阵这种有代表意义的人的行动当然是足重要啦。第三就是咧，你讲美国这个中国放一个这个气球这个走去，结果咧美国嘅国务卿就无要去访问啊，代表啥物咧？其实啥物代志唔是伊访问可会当解决，但是就代表讲，即马咱的关系无好，所以咧。我作为这种官员，我就无要去。即马全世界看到，美国拢足紧张的，全世界足侪国家拢足紧张，讲中国是毋是会拍台湾？结果咧，咱即马高层起，至少互外国足侪人讲其实伊关系嘛袂歹嘛。咱美国其他国家敢需要遐尔啊烦恼，遐尔啊紧张，这是上重要的一个目的。即个放一个信号，互外国人知。对，互外国人知影讲台湾毋是每一个人拢想要甲中国战争。台湾也是足侪人伊咧祖先，伊咧即个感情也是伫中国。所以咧，将来美国假是爱派兵来，这个时阵美国可能国会议员就讲啊，伊拢是同款的人，拢是一个家族，咱敢有需要？较早邱老师是讲伊就是一介平民啦。即马就是下级嘛，无迄个地位，无迄个话语权，通好来影响力啦。你认为还佫有影响力吗？伊家是真正是一介平民伊敢需要有水户，敢需要有办公室？咱一般人敢有水户，敢有办公室？无嘛。但是是毋是有影响力呢？就代表讲一定是有影响力。所以我头一开始问讲，马英九落选还佫有无？我感觉一定有影响啦，莫讲啦，美国嘛好啦，美国下任的总统是足济啊，有一段时间至少4个月，伊讲迄个人去北韩，敢有法度讲，我想要去就要去，无可能。是政府爱评估呢，毋是讲我即马甲罗西亚安怎下任的总统就讲我去罗西亚看卖啊，袂使。这种身份的人就是甲一般普通的人是袂当共款。所以老师意见是反对啦，你马前是咧较站的，爱想着家己是马前总统。我反对无效，因为总统府已经准伊去啊。我听讲贾老师嘛反对呢，贾老师你感觉咧？
啊，我无反对伊啊。你无反对去？是啊，扫墓嘛，对不对？要毋过第一点咱先讲，咱卖，咱今仔卖听到马英九3字吼，就讲伊去大陆吼扫墓吼，有啥物政治的目的？无咱借问一下，陈水扁伫太阳面甲阿强啊政车相翕相，敢无政治的目的？有啊，赖清德去，敢无政治的目的？当然嘛有啊。对啊，陈菊去，敢无政治的目的？拢有啊。无啦。对不对？吕秀莲嘛是等于福建寻亲嘛是有目的啊。贾中定伫下门口甲，佮讲啥？咱是一个中国两个城市啊。这拢有目的啊。对啊，拢有目的啊。拢有目的对啊，啊是安那马英九去，你有目的嘅。所以马英九去一定嘛有目的啊。有啥目的嘅？对不对？伊人拢有去，拢目的。你讲马英九假使你讲这个贾中定，迄阵时我看到这个记录吼，伊阵是前主席。啊，行政院长贾中定是2012年10月吼，对啊，去到这个福建的嘉义中时来制作，讲依照我们的宪法，两个城市厦门甲高雄也是一个国家。对啊，对啊，这当然有目的啊，伊无目的，你讲这种啊，系啊，当然有目的啊。啊，所以咱就爱看讲马先生还是马前总统去到中国的时候有讲种类似的话，才来判定讲是毋是有政治性。是啊，啊，咱即摆照个行程来看，我借问大家啦吼，大家观众朋友咧听我讲啊，对毋对啦？真简单，伊经过这个所在，伊去看这个所在，是毋是中华民国伫大陆历史？是啊，武汉哦，革命成功啊，第一枪啊，伫遮啊，对啊，中华民国成立啊，踮遮啊，中共抗战啊。武汉武昌起义，就是即摆武军纪对啊，对啊，武昌所在是新军响起的，并毋是国民党的。是新军，是新军对啊，但是国民党的起义啊，响应国民党，响应国民党啊，国民党山啊，中国国民党是民国8年个成立。迄阵是夜机军啊，是18体，伊8年改组，迄是改组，8年改组。初年的时阵叫国民党，到后来中国国民党是无咱讲事实啦，就是不要紧啦，我是讲，即旅行社摆这行程，我是个人有意见啦。吼，因为迄阵是夜机军啊起来是铁血18星啦，毋是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啦，吼，大家即个网络顶头去吹啊，铁血18星啦，吼，18星压起来，迄并毋是中国国民党的国旗啦。吼，啊，这应该我感觉说，伊无聊拍卡装啊。无啦，中国国民党的我讲的，我毋是讲中国国民党，我讲的是民国。啊，民国啊，对，民国。我讲的是民国，我是讲中国国民党，我是讲民国哦。是。哦，所以伊去这所在，对一项甲民国无关系，拢有关系啊。啊，那黄鹤楼咧，这个黄鹤楼，这个是名胜古迹啦。这是古迹的景点吗？哦，这加减看。是爱佚佗啦，对啦。对不对？这嘛合理啦，吼，对。对啊，啊，你看伊去甲遐大学生哦讲话，敢无好，对不对？啊，而且咱嘛真侪台湾学生伫大陆读册啊，啊，大家当交流啊，而且伊即头佫带。伊这吼，伊带出去学生，佫有迄个中学的，毋是大学的，表示安那年纪佫较细，所以伊这行程嘛是爱考虑到因遮的少年的啊。哦，你袂当讲吼，摆一寡吼，因遮少年的无法度去的。所以老师认为讲，伊这是本队是为着伊的大九学堂，大九学堂的学生嘛，啊，佫为着伊家己扫墓嘛，伊的一个心愿嘛，伊想要等于伊的故乡嘛，看因祖先的梦嘛。但是老师，你认为你书底下你认为讲伊这完全无效，还是讲对着这个政治的影响是零？伊这根本，你看这行程甲政治有啥物关系呢？啊，当时啊，伊等去扫一个墓，就一定甲政治有关系呢？啊，咱一般人扫墓就讲后手是毋是有政治的效应？伊的政治效应，你爱看伊去了倒来啊。咱即摆是讨论伊要去行程尔嘛，甲伊的动机嘛，私底下。哦，真侪人，你讲伊看真侪人去大陆扫墓倒来，伊已经甲伊讲啊，恁经验是安怎？伊嘛想要倒去扫墓，哦，啊，只是因为头前2位老师讲的情形，就是安尼限制甲疫情，所以伊拖到即马去嘛。啊，大家讲啊，你是安那拖这4月份，啊，甲蔡英文总统变。所以你认为伊心肝头无想着讲马英九路线还有人接，啊，甲这2024的大选无关系？有啥物马英九的路线呢？这两岸的路线是新的
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候选人，伊来决定的啊，跟马英九有啥物关系咧？所以伊无影响力。有啥物影响力的？伊现在一定要影响候选人的路线呢，对不对？伊是等于扫墓但是主席有讲爱尊马啊，迄是尊重伊啊，对啊，尊重啊，尊重伊，到一定讲伊做的啥货？尊重是意思是甲人是尊重伊的心愿，等于扫墓。哦，是这个意思。我小可补充一下，老师小可补充拍摄啊，小可补充一下。大九学堂、大九学堂吼，伊是伫台湾在咧做啊。哦，因为我有学生是，我的学生啊，是伊学堂的内底的学生哦。伊大部分是博士班甲硕士班的研究生，啊有一寡大学生啊，佫有一寡年纪较细，因普通伫台湾在咧做按那个。历史教育个历史教育啦，吼，啊，佮参观一寡啊，比如讲，咱家人的大五轮炮台啦，吼，遐那有一个炮台咧，哦，叫伊看西海环啊，去咱解说一下，啊，佮伫咱新北市遮有一个较早湘军有无？湘军吼，就是。就是这个因遐湘军的梦有无？那大陆啊湘军，那待伫咱台湾待了几百年呢？哦，伊嘛是带因遐去看，伊嘛是咧做台湾，咱台湾遮的历史教育。啊，伊即届去是做国民党伫大陆迄阵呢。所以因来去到这个张自忠将军，所以伊即马甲因讲，这毋是国民党的部队，这是西北军的部队。对，伊做一寡历史教育、爱国教育，所以你看伊即届的行程，甲国民党、甲抗战迄段有无？对啊，这就有关联。对，有关联。伊咧，因为伊咧做这历史的教育。这主要是这个。咱即马目前看起来，因为伊即马人还未去嘛，哦，伊的行程安排吼，看起来就讲甲伊拢唔敢去安尼。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伊的扫墓陪墓嘛，啊，第二个就是伊的历史教育，啊，但是伊一定会拄着，对啊，伊人去到遐一定会拄着一寡对人的人。告时阵就马爷爷，您终于回来了。迄种囡仔呢，我即摆要讲比迄严重呢。你即摆比如讲啦，伊甲王沪宁可能会见面。哦，王沪宁即摆是现任的拄啊当做尔，政协的主席。对吧？哦，伊会甲伊会当然是政敌啊，王沪宁是。贾老师小咱老你讲，啊，伊若甲王沪宁见面，伊一定会讨论代志嘛。哦，啊，伊讨论了，伊的结果是安，咱再来讲哦，是不是扫墓？哦，啊，有政治去扫王沪宁的墓吧？对啊，王沪宁嘛无可能讲找来泡茶尔吧？一定是讲政治，还是讲讲到拢换代志嘛？讲跳工去因兜的做祖坟去甲伊见面。无，因伫上海要碰跳工的。不是，王沪宁对北京到上海，单移到上海啦。哦，因为伫上海，即摆看起来新闻的报道是讲因咧伫上海的碰面啦。王沪宁是这么排第三人，是来挨杀子的性质。我台湾的问题，伊是排第二，唔是排第三。我老时间和贾老师讲者，我先和吴老师讲，吴老师单进库啊，来。是啊，当然你讲去这种哦，这从行程来看哦，我并不觉得看起来像祭祖啦，比较像是去玩啦哈，因为行程都是到处观光景点。人真正有要这做啦。马英九被称为先生，其实在2015年马习会的时候就已经被称先生了哈，所以其实就算现在已经不是总统身份的被称先生，我觉得也不意外啦。所以。甘愿被吃政治豆腐，这个我觉得是马英九的选择。那称他为先生是国台办嘛，所以你说这个背后是不是政治？有没有政治意涵？没有政治行程不等于没有政治意涵哦，一定有政治意义。第二个，其实刚刚几位老师都有提到，以每一个行程来对，看起来东西看起来是历史意义、历史教育哈，但是这刚需要马英九去带队啊，嘛不需要啊，好，所以邓周光以用平民的身份过去就没有。我讲贾老师毕业办得更加多。我想要你讲讲哈，基本上我不是跳工讲，我讲真的。当初对啊，朱启荣讲过哈，谢长廷当时去
中国去做交流的时阵，回来其实民进党里面内部的议论声音是蛮大的，有不同的声音。修理金济。啊，你刚看人家马英九被出去啊，国民党里面没有人敢说话。那当然，什么路线，党有党的路线呢？绝对不是未来。我觉得跟你讲，绝对不是未来，如同刚才谢老师所讲的哦，是所谓候选人路线。因为朱立伦讲哦，党有党的两岸政策哈。所以未来任何候选人都必须要走党的路线。那马英九过去也是必须符合党的路线嘛。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第二个，那他过去的见到了，刚刚老师有提到，我今天也听到很多人讲了，会见到王沪宁跟宋涛都有可能，而且可能不是只在上海，可能在南京就会见面了。这有很多种消息啦。但问的是讲，既然这样的消息出来，那这个到时候马英九客随主便嘛，一定要记名的嘛，怎么因应？有什么样必须谁讲？上一次这个夏副主席前往中国的时候，他也没有讲说九二共识，什么都没谈啊。他说他放在心里嘛，坑你心来嘛，对吧？但是人家都当作你讲过嘛。那马英九是要讲还是不讲，还是放在心里呢？讲清楚嘛。这个不是说哦，给他我是个平民，我卸任总统，拜托你还享有我们的退休礼遇你。卸任总统礼遇有你怎么会说我是个总统，我去卸任的，所以我就没有我这个平等，我要去哪就去哪，不可能嘛。所以你去的任何地方，当然在一定的法规限制之外，当然可以，总统府也可以允许嘛，可以去嘛，可以啊。但是别忘了你还是个前任总统的身份嘛，所以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涵，绝对不是跟我卸任我出去我是马英九，我不是前任总统，你要怎么去证明你不是前任总统？不可能嘛，你这个身份就挂着你一辈子嘛。天机言观机行嘛。对，当然啦。所以因为我是唔知影讲，因为这行程顶头无写讲伊要甲王沪宁来见面。是啊是啊。这我来请教贾老师，贾老师，伊若是甲这王沪宁见面的时候，你有啥物金龙妙计？要甲马英九讲？我是无啥物金龙妙计，我嘛无听到讲伊要甲王沪宁见面啦。可能一般的观众无了解讲，伊这政治局的常委啊，你要见一个面，毋是遐简单啦。尤其即摆佫有疫情啊，你若毋是讲身体100%健康，无可能见到面啦。伊嘛无可能临时安排即款行程啦。所以就要先吐边啊。所以一定是老媒体讲伊对见面，我来讲，歹势，这媒体无合格，你根本无了解人安全是安怎做的。夏副主一个常委无这么简单，互你记住。我补充啊，夏立言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行程也没有安排有任何这样的一个任何政治上的会面的，而且主席在夏立言前往前说，这个跟政治无关，但是可以安排还是安排了，见面还是要见面的。这个不是说我马英九是临时去就没有临时安排，而是马英九这也不是临时去嘛。不啦，吴老师，咱一环二啦，咱若卖先过度来推论啊。我主要是要请教贾老师讲，什么金融妙计？咱若一旦若是拄到王沪宁，像苏起，伊就甲讲啊，讲我希望马前总统去到遐爱讲9字用词。你感觉这个提议好啊歹，还是讲唔通？你有别项要甲讲？啊，这个提议是苏起建议的啊，对不对？要用唔用是马英九的代志啊。是你甲加一个啦。我甲要创啥呢？伊这大汉的人，73岁的人啊，对不对？真无简单，等于高雄一道扫墓，你完成伊的希望啊。到吴老师讲，这个行程无需要马英九大队，歹势这个行程我毋捌去过，我嘛最想要去啊，我嘛最想要带队啊。因为这新的我毋捌去过啊。这个那你讲的什么旅游的景点，对，我毋捌去过啊，我想要去，敢袂使？会使啊，扫墓啊，会使啊。对，现在大家听到马英九3个条来干咩？无人讲伊袂使去啊。对啊，你现在讲这是不一样的景点。无啦，我听3位应该是无啥物个骂啦，是讲提醒马前总统讲，伊毕竟是前总统嘛有这个政治意涵。主要咱是关心，咱毋是要骂。一开始就讲，这我爱甲马前总统讲开始，我毋是要甲你骂讲设定这个议题，咱是咧讲你做一个前总统这有法度才脱身，讲那规矩甲我这个做总统这个假无关系，纯粹来制作这头一个。第二个是讲，国民党的2024的这个大选，是毋是会受到影响来行这个马英九的路线？主要是我是要讨论这啦，
哦，所以我当然在对问讲，老师有啥物金融妙计？因为听朱主席来讲讲，咱第一，咱来坚守民主阵容，吼；第二，是中华民国这两项，吼，这就是伊的路线啊。但我就唔知影讲马英九前总统的路线是啥物，因为我今仔问 ChatGPT， 才答袂出来。所以我唔知要来请教讲，贾老师讲，看有啥物其他的金融妙计。伊的路线就是和平啊，两岸和平啊。你无听伊最近咧讲吗？伊讲即摆两岸遮尔紧张，啊，就要少年的互相了解啊。啊，伊希望是两岸和平啊，啊和平敢无好，对不对？你去街仔都问少年的，是要两岸紧张较好，还是要两岸和平较好？大家嘛甲你讲要两岸和平较好啊。是啊。啊，咱即马这边已经演一年啊，对不对？啊，是啊，这边啊演一年，就是两岸紧张嘛。啊，这紧张是谁造成的呢？中国啊。敢是马英九造成的？啊，中国啊。敢中国造成的？是啊，当然是啊。另外一个休未共识，啊，逐工点啊共赌，人赌嘛也咱另外一题来讨论这啦，我是讲老师是定位讲，这是要去和平啦，吼。啊和平，但是我想讲是，哪会遮拄啊好？咱蔡总统是3月29到4月7号，拄啊共一天返来台湾，吼，啊哪会遮拄啊好？丁老师，当然中国方面安排行程吼，一定是有中国方面的想法啦。中国方面无可能讲，你马英九什么时阵要去，什么时阵要转吼，完全免问中国的意见。我是无可能啦，哦，因为咧，你马英九嘛毋是一个人去嘛，伊是一个团呢，足侪人呢。咱普通莫讲是是种身份的人啦，咱普通伫学校爱带学生去访问，即个曲老师嘛足了解，一定嘛爱中国方面爱同意安排，你行程嘛爱设计，100%是安尼嘛。恁去到遐，上讲无政治性，敢有？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的这个一把手嘛有啊，迄个人的时间嘛是爱安排啊。所以咧，这个当然中国方面吼是希望利用马总统去到遐这种行程吼，发挥上大的政治效果。就是马总统去，伊可能感觉我是一个足单纯的，吼这边去我就去扫墓，吼带学生去看这个战争啊，过去抵抗吼对日本战争的这种。吼，一般人可能是心肝是足单纯，这我无去。假使伊甲伊有共识哦。吼，无去烦恼讲啊，伊到底是因为我嘛无熟悉伊嘛。但是咧，中国方面敢遐尔啊善良，吼，就配合你咧单纯的希望。我感觉中国无遐尔简单啦。吼，当然是吼，愈安排吼，愈会当配合上好，无吼头拄仔讲着。王沪宁嘛好啦，宋涛嘛好，伊种身份的人嘛无可能每一个台湾人去到遐王沪宁到我家来看伊，敢有可能？在座即马所有的人去到中国，我就无相信。王沪宁条工为北京飞来讲，刘教授欢迎哦，无可能的代志啦。一定100%是希望利用伊伫台湾社会的身份象征的意义，吼来代表中国方面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头拄仔讲到遐尔侪人嘛，吕秀莲啦、谢中玲啦、阿扁啊，迄种民进党的人去到遐，中国敢有利用？嘛有利用啊！吼，至少迄个时阵，伫谢中廷去的时阵，我迄个时阵伫政府工作嘛，迄个时阵中国方面嘛马上对个新闻嘛做较足大台湾的高雄市的市长，吼来到即个福建，吼即个拜祖先。吼，伊意义就啥物咧？台湾甲中国大陆就是一体嘛，所以咧，两岸一家亲，对啊，民进党内部嘛有事之事，迄个时阵咧报道我拢记的嘛，所以迄阵阿扁啊甲民进党内部嘛，迄阵是的有识之士啊，对啊，所以迄个时阵伊转来嘛互批评呢，而且莫讲别项啦，伊到即马10几年吼，迄个时阵去，伊到即马还互人批评，这是事实啦。伊本人嘛无，本人嘛承认啊。这个时阵，就去，结果人爱批评，做政治人物，互人批评嘛正常的代志啊。亲像头拄谢老师讲骂马英九，其实做总统不管现任害任，本人骂这是互人骂是足正常的代志嘛。蔡英文逐工偌济人骂，
拜托，对阿扁啊，拜托，李总统有伫个时阵，逐工骂伊个人嘛是。无啦，我做主持人，我袂使甲骂啦，我是咱无爱甲伊骂。我意思就是，这种身份的人吼，莫讲别行啦，你去餐厅食一个饭吼，人嘛感觉讲，你可能是爱为在地有生理，嘛是有政治的意义啦。吼，这个袂当讲，这种人佫期望讲，我做任何代志，大家拢足单纯的来看。中国一定会利用，这是事实。我要问的是讲，唔那是有政治意涵，还是无政治意涵啊？主要是讲，这对国民党有利吗？吼，这国民党有利吗？或者是对咱台湾有益吗？邱老师，今仔日我看到有一个民意调查的结果，今仔日中昼的时，差不多中昼的时阵公布的吼，应该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就目前。咱即摆的民意有赞成讲两岸吼恢复较好的交流有无？哦，目前看起来，伊即个调查内底讲起77%，啊，有一寡非常赞成，有一寡有赞成，哦，程度有差，但是加起来77%赞成讲爱交流，降低哈降低讲两岸即摆的紧张，较好玩一下嘿。即摆看起来的。大部分人拢咧想讲，卖咱两岸卖冤家啦，吼，大家好好过日子啦，吼，啊，恢复正常的交流。啊，咱头拄咧讲吼，小可有甲我感觉甲小可有甲问题想过两边化。一边认为讲，伊去拢无代志，哦，因为即摆伊无总统的身份，即摆毋是现任的总统这事实嘛。啊，另外一边就讲100%。伊即马去一定会讲政治吼，会去互对方吼，甲你统战吼。即两款的看法我咧看啦，吼，拢小可极端。咱较客观的来看吼，我咧看即条代志，伊即马去，就是头前咱头拄讲的两个因素，拖到即阵开始做，啊拄着总统要出去。啊，伊嘛知影可能有大家会安尼甲练。我这一定的嘛，伊做总统的人，你就算讲伊做了无讲真好。所以虽千万人我往伊啊。政治的代志，政治伊一定捌嘛，伊一定知影。对，我想讲应该捌啦。就头拄咱咧讲的，我会干嘛照三顿干嘛，迄拢正常啦。但是马英九不管安怎讲啊，就算讲伊总统无讲做了真好，伊伫政治上伊嘛毋是幼稚型嘛。哦，所以咱头拄咧讲的代志啊，我有一点有影是真重要吼。我相信伊也有做准备啦，伊无可能讲想讲伊去大陆吼，拢会照伊家己的路行吼，带学生去佚佗啊，去陪忙陪啊，去食一个饭吼。名胜古迹踅踅就转来，无可能嘛。对方一定会有人会找伊嘛。啊，对方要找伊，一定会甲讲即摆两岸的关系嘛，一定会讲到嘛。所以咱要提起马总统吼，未来的两岸关系莫讲伤济，因为你即摆已经毋是你咧换盘啊。不管安怎讲，即摆即换盘的人，也是未来国民党。假使让邱老师有讲一项未来咱代表国民党要选举的人吼，伊来主盘嘛，伊来换嘛。邱老师，你会使私底下马先生较点点的。对，未来的部分啊，你较早讲过啊，比如讲9·2共识，一中各表示两岸关系定海神针，我拢会晓背啊。OK， 这你会使讲。这第一点我要甲提醒的，第二点我要甲马前总统提醒的，各省的书记会请伊食饭，可能啊，伊要接受无接受，这伊家己决定啊，但是就算讲你有接受啊，地方的书记唔通甲伊讲伤济中央的代志，对两岸的代志，这就是唔通对咱好像是陈建仁嘛啊，咱等于啊唔知。邱泰山邱主委讲小心被对岸不要被对岸降格。好，一样，在省的部分、市的部分啊，尽量卖讲甲两岸的关系。食饭就对啊。啊，但是无一定食饭，村的代志拢会使讲啊。但是两岸尤其我头拄讲的未来两岸。从前民国讲以是地上霜。啊对啦，迄也嘛会使啦吼。你莫看马英九国学基础袂歹哦。是。啊，即摆咱过来讲，但是呢，中央伊即摆拄着
王沪宁啊，宋涛可能伫南京，即马报道讲伊南京会拄着宋涛啦，王沪宁会到上海，上重要就是王沪宁迄场啦，因为王沪宁伊即摆的身份，若准讲两岸的关系，伊伫大陆是第二，伊排第二，伊第二。为什么呢？因为伊台湾工作领导小组，伊是副组长，组长就是习近平，所以伊甲马英九讲的，某种程度会变作因未来的可能对台湾政策，所以伫迄部分。马总统真的是要提高警觉啊！但我也相信，你免我讲，伊一定有心来有准备。讲拄到伊的时阵，若准对方讲什么啊，伊要安怎回啊？这就是伊要一带去的幕僚爱做的代志。是，假使给你一摆机会，看你要建议马前总统要讲啥？那拄到王沪宁，咱即马讨论这敢有意义？那也无意义，伊会真足来听你讲啊。伊敢袂真正一定会等着王沪宁？等着伊吗？无安那办不及啦。敢有真正一定安排吗？咱好好个提醒啦。啊，就先准备嘛。对啊。老师，你拜托啦，做好心者啦。基本上吼，即款行程吼，安尼行来，是真忝的行程啦。看起来，咱大家看起来真轻松啦。其实即款行程安尼行来吼，是无遐轻松的行程啦。啊，恁大家拢讲王沪宁会调工为北京来上海见伊，这我嘛感觉真怀疑啦。因为这道伊是定调啦，伊讲是单纯嘛，所以老师也是认为讲伊袂创这种只要伊就讲伊较早安怎做的就好啊，伊希望两岸和平啊，伊也讲这话就好啊，其他也无伊的代志。太极拳就好啊啦，毋是讲太极拳嘛，伊就是讲伊希望讲两岸的民众会当好往来嘛，两岸会当和平嘛。当像过去安尼吼，所以贾老师，你是意思是讲叫伊好好做代志，毋是好好做代志啊！伊就家伊即摆就希望两岸和平，毋对吗？啊，无带这个团，伊带这个团去是要创啥？袂使安尼讲啦，对啊，伊讲安就有够啊！伊要做啥物代志啊？伊上重要代志。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叫伊莫加讲话，毋是叫伊莫加讲话啊？对不对？无你体谅伊足忝的，惊伊讲唔到话。讲心声就好啊，讲较济要创啊呢。哦，是老师这个建议嘛是对啦，吼。老师这个建议，来吴老师来同你讲。我无建议。你无建议哦？我是刚刚讲吼。你无建议，我就要对老师建议一下哦。我是刚刚讲吼，绝对这是一定有政治意涵来底啦吼。啊，马英九去，其实刚刚曲老师有讲到那个民调，我有看吼。那个民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台湾民众对亲中跟亲美的一个看法观点啊。台湾有6成的民众认为要亲美哈，2成是认为要亲中哦。所以我想讲，其实刚才主持人刚才有问到讲，阿马英九去中国对选举有影响到，还是讲对国民党有影响？这绝对有影响的哈。那如果从民调上来，其实这个也可以供马英九在前往中国的时候，跟这些可能的达官显要见面的时候，应该要有所准备。刚才曲老师，其实我非常认同啊，你都得这个2把手的时阵，哈，对台2把手的时阵，就算是你地方的官员哦，这些书记也好。他们一定存在一定程度希望，用台湾的话来讲，就希望蹭马英九的光环嘛。我们相信他还是有光环，毕竟是台湾民选总统第一个退位之后到中国去的，好民选，我讲民选哈，所以一定有意涵嘛。这个所以必须要小心啊，因为毕竟中国就刚才其实张老师也提到哈，这中共觉得不是那么的单纯的一个政党，它一定有别的目的，尤其两岸事务就涉及到统战。所以刚刚讲，这对台湾的发展的影响，很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国会的国际上的认知。对啊，张老师有共调哈，这国际上会不会误以为说台湾其实有一部分的声音还是对于希望跟中国交流？对台湾就是卖这个，对啊，这个影响。啊，这个跟刚进行谢长廷去的时候的时空环境又不一样哦。当时那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跟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期待，跟起码无讲啊哈。所以这个时阵，这个传递的讯息，当然对国民党是直接碰撞，因为是国民党的前主席嘛，哈，去前往中国，这个会不会让美国认为国民党路线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更亲近中国这样的路线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当然对国民党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单纯说哦，我可以啊，就是去扫墓啊，还是去制作啊，还是去做历史之旅，没有这么简单啊，绝对不是。没啦，咱他听贾老师啊讲吼，其实贾老师语带保留啦，
听其言观其行啦，啊叫伊讲话啊较细致，其他的话莫讲。我有甲你翻译唔对无？其实我的观察是安尼啦，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啦。北京吼，若要做真侪代志，甲台湾有关的，人会考虑啦，人会慎重啦。就是讲呢，尽量讲伊在吼，中心就讲，我无要插台湾的选举，所以即摆无要来做。我也无可能去影响恁的选举。在座各位吼，拢讲统战嘛，这代表啥？蒋介石的教育真成功嘛，就是共产党讲的吼，做的代志永远是统战嘛。因为共产党的人捌问我，谁让阮一到台湾做啥、讲啥拢是统战？我讲这老蒋也甲阮教的啊，恁就是永远咧统战啦。所以咱即摆爱想，这个党已经唔是较早迄个党啊。你要好好去了解，人即摆是世界第2大国。做啥物代志吼，人有迄个层次有迄个身份地位，袂甲你变一寡有诶无诶吼，毋通大家拢共看甲那啥货搁有一点，就是讲吼，人既然甲你讲啊，人无要来影响你诶选举，咱利用马英九要创啥货的，对毋对？我利用马英九等于互恁制作新闻，到要等于恁搁讲，哎哟，恁搁咧影响我诶选举啊！过去几遍诶经验，人敢真正学袂乖吗？为朱镕基开始啊！老师讲的嘛有道理呢。你讲过去因若来助选，拢是助着民进党来选调。对啊，所以王沪宁即摆应该伊若巧，伊就袂去见马英九的面。唔是讲伊巧唔巧，人会去考虑。那伊既然放弃了统战，伊应该巧人，伊即摆是世界大国。你讲统战嘛，对唔对？人安尼做也无一定是统战啊。你来是变做伊随在伊讲。唔是啊，你来是客，我交代你安尼尔。我甲你安排好事事啊，互你平平安安来，欢欢喜喜。上下盘手啊，啥物话就莫讲安尼。对不对？基本上一切不在言中。你行到对一个所在，人做地主的当然嘛是爱出来甲你见一下面嘛，对不对？我感觉这是，咱这种身份的人去到对，敢会党委书记、省委书记敢会出来，敢会听地主的。我一定是无啦，但张老师无一定啦。我无啦，可能贾老师有啦，我无啊。可能足普通的，所以伊就感觉无要紧，咱是一定无啦。无啊，贾老师，你毋是讲迄阵时甲高空联引起大陆的时阵，嘛是嘛对恁嘛真袂歹啊？毋是，你即摆吼，你即摆袂当讲摕较早的代志。因为我补充一点啦，就是不要紧，小安，我你讲一下。国台办的发言人。几下工以前拢已经讲过这件代志啊嘛，台湾有倒一个人会当互国台办的发言人伫记者会内讲名讲姓，讲着讲啊，阮欢迎马先生安怎，台湾有倒一个人有这种身份啦，无偌济啦，这是第一点啦。第二咧，王沪宁这种人，伊是啥物身份？伊啊离开北京无问过，是证明是敢有可能？伊即种中国共产党控制是足严，当然伊嘛毋是讲每一件代志拢统战，这我同意。但是即件代志一定100%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是绝对毋免去讨论的啦，一定啦。袂啦，咱来看看迄讲伊若去面遐，咱原班人马才来看即个录影。所以OK， 而且吼，我个人的经验甲这个了解吼，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来的人吼。其实什么身份安怎配合、安怎处理、安怎面对吼，其实伊拢有足严格的标准甲研究。当然，伊嘛知影讲，你马总统作为中国国民党以前的主席，伊伫台湾的地位，伊可能现场，伊可能会讲，一个中国啊，这个一中各表，伊可能会代表伊的立场，但是咧，中共方面一定会设计，互你无法度开喙。哦。王沪宁是啥物身份？伊现场演讲，讲对吧？把习近平的话讲一遍，现场一带咧人至少几下10个拍扑啊！你敢有机会甲你反对？你讲的唔对，反对，无可能啦！现场伊是因的场啦，袂记带瓜出海去，因的场啦。记者啥物人吼？你讲啥物话？记者敢会报？伊迄边的记者敢会甲你报？无啊，咱会报啊，咱的记者袂当入去啊。无一定会当入去啊！你讲迄个私人的，一定会，对啦。当然有的时阵是会当去，但是有的时阵拢无啦。而且私底下讲话讲，咱这私底下。主要是看伊今摆行程的安排嘛。伊跟王沪宁安排，如果是私下见面或者是不公开采访，也是可以设定的。
我是感觉咱讨论到今嘛吼，即个马英九扫即个梦吼，变成一个吼惊量化真大的阴谋啦。哦，就是讲伊扫即个梦吼，政治性的目的吼伤强啦。所以像伊袂当等去扫梦，伊一定要伫咧台湾，伊袂当去大陆。无喏，老师，我自头到尾我都无安尼想呢。我相信三位啊，应该也是赞成讲，咱即马当推想尔，袂当吼直接落结论啦。哎，这我同意。虾米人要见虾米人，唔知媒体放的消息啦，对不对？啊，你替马英九想我一解决方法要创哪回咧？对啦，伊家己爱面对啦。伊家己爱面对啊，伊当然该面对台湾的民意啊。他邱老师就有两个意见啊，贾老师你拢不爱甲讲。咱甲讲要创啊，遮大汉的人啊，70几岁的人啊，咱甲讲迄要创啊呢？对不对？国总统嘛做过啊。咱做一个公共论坛，你小可甲教一个安尼嘛袂歹啊。我当甲教，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咱即马讨论的重点是安那？啊，这就是看伊这个行程，啊，伊是啊有这个动机。啊，拄我好这卡这个时阵，对不对？无啦，我刚刚问老师想要一个问题啦，就是总的来讲，对台湾好啊歹？伊去若讲表达和平，对台湾是好的啊，但无好，伊代表台湾民众一寡人的心声嘛，我要和平嘛，但是啊，若是中共，还是讲习主席，伊就无咧甲你采纳，讲你讲这什么话，啊，讲起来嘛无效。我跟甲你讲过，人无要影响你的选举。人哪有可能随家己做反应？人大嘛讲好，我都嘛希望和平啊。哦，啊伊若讲好，可能就是好。咱嘛希望和平啊，啥物人要战争呢？对不对？哦，是，对不对？想要过来一分钟来，吴老师。其实当然哦，这个前总统他去前往中国访问哦，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他因为有前总统的身份，依旧还是要谨言慎行。都要这些老师嘛在讲哈。那中国的统战的作为，或者中国的政治的用意哦，一直都会存在啦。因为这个没办法避讳啦，因为我们看很清楚，中国的官媒是如何控制言论自由嘛，言论的空间，这个言论的一个这个操作上宣传的用意，这个我觉得很容易被抓到把柄，甚至是说作为人家统战当的一个样板了。所以，马前总统既然决定去了，那我觉得国民党也必须要去思考，这个对整体的选情以及在未来在这个候选人要出来做相关的对中的路线、两岸的路线，都应当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影响。那如果去处理嘛，所以这个连带的影响不是很单纯说我一个平凡人到了中国去做交流，它是背后有一定程度衍生出来的意涵。那美国如果看下去，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嘛，那这个恐怕。马英九，我相信马英九的幕僚应该也知道这个后坐力在哪边啊。那既然都决定去了，那也不是说都不得批评啊，还是得需要接受公共舆论的讨论嘛。去旅行啦，吼。对啊，不然就去旅行嘛。对啊，这我是刚刚就不要夹带这么大的团去，那一定背后一定有政治意涵的。来，一人一分钟。我是感觉啊，吼，大家应该吼爱了解啦。哦，咱蛮通讲台湾拢民主自由啦，大陆就无迄落吼自由啦吼，人即马吼迄网络吼真发达啦。较早你若讲一寡吼，因政府袂爱听的吼，伊拢直接叫迄五毛党吼，拢甲你删除嘛。即马无啊啦，即马每三回吼，伊拢无人会叫人甲你管啦。武统台湾，较早哪有可能出现？即马拢输在你妹，你莫讲无人无自由，咱嘛是你爱去了解人。咱唔通讲吼，家己吼封闭起来，讲台湾吼世界第一，无可能的代志吼。你要了解你的敌人，你要先了解人一般民众是安怎生活，人的言论够自由够对，人有改变无？对不对？咱今仔来讨论这个问题，就讲你讲人媒体拢封锁，人拢袂报安那，你迄已经是几10年前的代志啊啦。即摆吼，伊自媒体吼，迄个进步感互你惊着啦。无啥咱美国遐惊剃头。假是这网络的关键字吼，咱另外一题，咱来好好来讨论一下。来，张老师，我想马总统这个人吼，这个地位跟代表性吼，绝对是足悬的啦，这是一定啦，这唔是咱安那加欢喜伊还是讨厌伊，拢是同款。所以希望伊还是好好啊，吼，就是照伊原来的行程啦，吼，政治方面吼，其实。上好是卖上济较好啦。啊是，来邱老师。马总统伊可能伊本来的想法是真简单的代志啦，本来就真单纯啦，不是简单的真单纯啦哈。但是因为伊的新闻
有影会有一寡政治的效应会发生哦。所以讲到底是安怎哦？咱看伊实际上做了啥物，讲了啥物，有啥物影响哦？等伊即摆去转来哦，咱才来讲。迄阵哦，可能有较实在。啊，佫有10天啦吼，差不多10几天。但是我感觉真侪国民党党内的人是真正带咧等，惊讲我即摆要选举会去影响到我党内的这个。无可能，因为抑佫10个月，抑佫10个月内底，要发生偌济代志，你拜托。所以贾老师，你的意见嘛是讲啊，佫早啦，啊，而且已经下去啦，无啥物影响啦。这个像顶头下入面去代表，毋是共款吗？所有要选举的人，毋是皮皮错吗？啊，等下发现无代志，然后白烦恼的啊。哦。所以应该免烦恼。所以有时阵烦恼是家己去吹啊。等来才讲。等来才讲啊。人就袂去，你先烦恼起来扛，你什么？你嫌咪家己身体伤好呢？好，不要紧，咱原班人马吼，等马先是等来，咱再继续。感谢，谢谢。